们欢迎接下来登场的勇士们，叫上伙伴去冒险，有请我们的勇士登场。今天这个 B 站的鬼畜四杰上来打先锋。现在登陆的是网络人脉最广的窝头师傅，离离原上谱，但仔细一看，哇，又没什么问题的勇士潮汕好男人。赶紧过来看我的！现在登陆的是专业造假80年的虚拟偶像，混迹鬼畜区的吊环忠实爱好者勇士特效小哥 Studio。现在登陆的是雷电鸡汤，米其林主厨时刻在社死的最强大脑哦，勇士深海色蛋鱼。我是云南的，云南浙江的，浙江商都市，商都市很酷，很酷的傈僳族，傈僳族是怎样叫UP主也酷。现在登陆的是先有枪弹，后有天，返乡饶舌四神仙，永远的偶像追随者，勇士枪弹轨迹。龙哥好，龙哥好，啊，你们好，我这个龙堡还蛮大的，欢迎你们来闯关玩啊！然后龙堡上面还有好康的，我带你们去看好康的。听话，跟我去龙堡闯关落水，你们谁先来？我来。哎呀，你倒是很勇嘛！废话，我超勇的好不好？谁给你的勇气？那我就来清唱一段《孤勇者》吧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。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。曹哥全唱，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。闭嘴！上次唱歌这么难听的人已经被我抓到高地了。各位勇士们，赶紧来救我呀！我等着你们。在这光动嘴可救不了他哦。我准备好了。勇士潮汕好男人，请开始你的冒险。呀，潮汕好男人很轻松啊，很轻松啊。哇，上来以后就在通通闪开，马失前蹄啊！我超勇了，好不好？我真的原来对他还寄予希望，我觉得这小伙子心态很放松，但没想到上来以后就通通闪开了啊！要不特别快，要不就是特别慢。特别快是要求那种水上漂的时候。我有一句话要送给潮汕好男人，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。你虽然丢失了冰箱，但是你获得了一段鬼畜素材。各位好，我是练习时长2年半，鬼畜区 UP 主潮汕好男人，喜欢唱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。喜欢跳。真没想到。潮汕好男人，你这怎么一刚刚出发你就掉落水了？这是我准备的快递单，不是给你准备的罚单，你害什么怕呀？拜拜了，好男人。首战失利，痛失电池，但一次挫折不会浇灭正义的斗志。战斗吧，勇士枪弹轨迹！枪弹轨迹他算是一个鬼畜区的 UP 主，但是他的 B-box 能力也是非常厉害。作为鬼畜区的饶舌王者。
枪弹轨迹，我也随着他在台上跨越障碍，我也给他来点特效配合。眼睛为什么瞪成2个派呀？你以为韩老师，我不会啊？你也要来 B-box 吗？尝试一下。我特别想听韩老师的 B-box BGM。表演的不错，场上的东西就奖励你们随便拿吧。你们以为喝了丝滑又有活力的丝滑拿铁就能救出弹色了吗？别做梦了！坚持住，不要和潮汕好男人一样。快！加油！你们不要从我走一关。果然太丝滑了。枪弹轨迹，首先今天看来是有点发潮，因为雨天嘛，是吧？是的，这个影响了这个枪弹的质量。我会替他们雪耻的。节目组让我们表演一个节目，我早已有觉悟，在通往目标之后没有绝路，游戏开始前已经结束。听说话又真的可恶，也未免太给自己分度。叔叔给本龙下去跑步。好，没问题。勇士深海色带鱼，请开始你的冒险。所以现在呢，来看看更加起水的深海色带鱼。对呀，今天一上来这个统统闪开呀，已经让我鬼畜4节折斩2将。现在看看深海色带鱼能不能够首先，他刚才过这个动作很像蜥蜴一样，哇，采取这种姿势，稳住！游起来！哇，他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。充分利用他带鱼身材修长的特点，缠住这个木桶，很机智。又是一个蛙跳。深海色带鱼除了就是身姿敏捷，他的那个也被网友评价为交际花，会经常和一些其他 UP 主一起唱歌做一些挑战，和一些 rapper 也是比较熟悉的，比如小精灵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也是希望他能够不要像他的好朋友小精灵一样在第3关落水，希望能够勇闯第4关，直逼。你瞧你这话说的。我们深海色带鱼啊，毕竟它习水，你看它没有采取这个2只脚来接触器械，而是采取一次次非常费力的蛙跳，身体大面积着地。看到这个深海色带鱼啊，我刚才看到你用了一招千斤锁啊，锁住了那个酒桶。我想你这一招一直用下去，应该能够成功的。没成想，这个快递单号跟你说再见了，拜拜。只是演一下，对，演一下，对，是的，保存一下体力。剧透来了！ Double kill. Triple kill.
勇士特效小哥 Studio， 请开始你的冒险。相当的帅呀、轻松的来到第二个器械前，马上面对的是晕头转向，哇！他呢，经常喜欢健身，而且吊环据说是相当了得。哇！现在他已经顺利来到了忐忑齿轮。忐忑齿轮一发入魂。卡头了。哎呦，漂亮！好，来看看，现在他已经来到了一发入魂。特效小哥能否在这里边做点特效，给我们来点小鬼畜？一发入魂，掌握时机很重要。只要记住一个点，一发入魂。启动飞，哦，还不错，好轻盈。哎，你的发表一个平台感言呐。到达哔哩哔哩最高层，太美丽了！哔哩哔哩向前冲，太有感情了。还是看看远方的冰箱吧，家人们。哇，漂亮，又是一个后空翻。我觉得这是目前录制下来观赏性最高的一位勇士了。对，照这样的话，待会儿我们期待他做一个向前翻腾3周半加转体。好，现在是特效小哥来到了下一个关卡，这叫人生一串。看看在他背后还专门有一个洒水师，小心滑。人生一串有一个非常魔鬼的地方，就是中间的那块面包。希望特效小哥不要也注意，这是你人生的面包，看似好吃，但是得来不易，一定要谨慎小心。哦，漂亮！这个向后坐非常的漂亮啊！一般跳远运动员最后落地多是这种姿势。哇，可以，他是拼尽了全力想要来营救我这个老人家，值得期待，值得期待。来看看，接下来已经踏过了我不装了，来到一笔勾销，看看一笔勾不了销，2笔他也勾不掉，没问题，我就是我，特效小哥 Still， 来，马上，好的，哎，跨过障碍，小心。小心！哎呀，危险了！太着急了。他这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想要做向前翻腾1周，但一看不行，接着又做了个向后翻腾半周，但也没有到位。最后闪一下仓皇落水。那只能在中间站着，我站一下，等快一点。已经结束嘞，难的了。我去年我第一关我就掉下去了，今年能在这么恶劣的这个环境下，能够到这一关，我觉得已经非常的，在我这边已经非常 OK 了。OK， 好吧。哎呀，特效小哥，你知道吗？胜利就在前方不远处了。我看着你迈着如此矫健的步伐，我认为我得救的时候到了。谁曾想在天亮的时候你突然尿床了？你说这事儿闹的，哎呀，小哥，这个冰箱它已经不属于你了，这个罚单我自己给收走了，拜拜，期待你下次再次归来啊！我们鬼畜4杰今天一上来就全军覆没呀，真的是让我们意想不到。但是素材都积满了。那么接下来，希望比赛能够带给我们选手更多的振奋，也希望后面的小伙伴们呢吸取教训。是的。好。